藍衫黑帽有電源之區啊。第6位啦，咁啊黃衫內欄交學費外邊啊川河碎區啦。咁啊黑衫馬林中間綠色帽咧，仲有呢隻廚神啊。後邊4隻勁進非凡嘅大外檔，尾衫內欄伊神尾衣勇霸龍包咗落尾，仍然係交落龍區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騰龍四海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嘅，追佢嘅馬有外邊呢就海船星，中間呢仲有電源之區，最出係勁進非凡，埋邊咗個風雲武士啊！最後100零米，騰龍四海拋離群區㗎啦，追上嚟嘅馬有電源之區同埋外邊呢勁進非凡爭第2，第4名出邊係勇霸龍啊！結果呢隻騰龍四海都係採取一個主動嘅跑法啊，咁啊贏取出道以嚟嘅第5場頭馬，追上嚟藍衫黑帽嘅電源之區，出邊11號勁進非凡，第4名係勇霸龍。嚟到今晚嘅尾場賽事，潘頓咁啊都由馬贏啊！呢隻騰龍四海繼續克服呢個3班呢個高評分喎，擺喺前邊一放絕塵啊！跑第2名電源之區繼續都係好準，落飛啊！呢隻勁進非凡第3，指定第4勇霸龍，兩隻落飛第3、第4，佢不過臨尾。